自2024年2月27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有缘人民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士师记》15章第90到20节。非利士人去扎营伫犹大，伫利希排阵。犹大人讲：恁是安怎上来攻击阮？因讲：阮来是要掠参孙，伊安怎对待阮，阮嘛要安尼对待伊。对安尼，3000个犹大人就去以坦的石洞遐，甲参孙讲：你敢毋知非利士人压制咱？你若甲阮惹遮大的麻烦？参孙应讲：因安怎对待我，我嘛安尼对待因。犹大人甲伊讲：阮来要甲你绑起来交互非利士人。参孙甲因讲：恁着咒詛，恁袂害我。因对伊讲：阮一定袂害你，干那要甲你绑起来交互非利士人。因就用2条新的绳，把参孙对石洞甲伊带出来。参孙到利希，非利士人就惊活去，对伊大声喝。上主的神大大充满伊，把伊的手的绳就亲像迄小架的麻绳，对伊的手拉落去。伊看到一块还袂干的驴仔的喙皮骨，就捡起来，用来拍死1000人。参孙讲：我用驴的喙皮骨拍死1000人，我用驴的喙皮骨拍死人，一堆搁一堆。讲煞，就将手нед的喙皮骨削角，迄所在就叫做拉末利希。参孙非常喙焦，就求叫上主讲：你既然互你的仆人大胜利，哪通互我喙焦甲要死，互无受割礼的人掠去？上帝就互利希纳厄的所在裂开，水对遐冲出来。参孙啉了元气恢复，迄个水泉就叫做温哈格利，到今仔日还伫利希。以色列人互非利士人压制的时，参孙做士师20年。有缘人民，上帝用人民好款待伊的子民以色列。虽然因一再犯罪，上帝还互因真侪机会悔改，希望因会当对罪恶中回转归向伊。毋过，以色列人民总是固执硬偏，毋愿悔改，因甚至感觉犯错拢是别人，毋是家己。以色列人认为家己无需要为着其他的人的错误斗阵承担责任。因甚至感觉，若会当找到一个人代替众人受罪牺牲，迄毋知有偌好。以色列人渐渐甲目光点伫家己的身上，毋愿意关心别人，甚至放弃找求上帝的帮赞。参孙放火烧毁非利士人的残垣以后，大阵非利士人来攻击犹大人。当犹大人知影即次攻击是针对参孙来的，就决定甲参孙交互非利士人。3000名犹大人来到以坦的岩石洞，找参孙，对伊讲：你敢毋知非利士人压制咱？你哪甲阮惹遮大的麻烦？犹大人宁可接受非利士人的统治，也毋愿倚靠上帝来征战对敌的压制。面对对敌的攻击，掠做只要妥协就好。为着自身的安全，避免冲突才是上策。渐渐，因袂记得家己是甲上帝立约的子民。袂记得求叫上主
就陷入自身的困境中。1947年2月27日暗时，发生一项憾事，称做288事件的导火线。迄暗，南亚专利局测试组查测员和4名警员，伫台北天马茶房走廊前查获管有林江马贩卖私分，将伊身上的钱和粉全部查扣，连合法粉也没收。林江马跪求查测员将合法粉还伊，其中一名查测员竟然用秤砣攻击，致使伊头破血流倒地，引发民众群情激愤。查测员为着脱身就开枪示警，结果射到一个人，造成伊隔日伤重不治。即款执法过当的行为，点到人民对国民政府接受台湾以后治理无能的积怨怒火。面对威权统治者无公义的行为，人民无当作无看见，也是委屈求全。反倒是伫全台各地发起游行示威，为公义发声。国民政府表面虚应安达，实际上是讨救兵出动军队镇压，了后搁伫台湾各地杀害精英。288事件成做台湾难以抹灭的惨痛历史。面对威权统治者，台湾人若简单顾家己的安危，毋愿为公义发声，就无可能改变处境。拄因为有人不断站出来为公义发声，伫历经侪年的努力以后，台湾的处境才渐渐有所改变。顶多年，犹太人选择将参选一个人交予非利士人，换取家己自身安全。日后处境的改变，并毋是因为因追求上帝，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怜悯。若毋是上帝的怜悯甲拯救，恐惊因继续陷伫困境中。但愿咱面对困境，也是受到无公义的压迫的时，会当带着信心倚靠上帝，搁愿意勇敢为着公义来出声。默想，面对无公义压迫，我通安怎回应？面对无公义的压迫，我通安怎回应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，伫面对压迫的时，会当选择为公义发声，毋是简单顾家己的事，也愿意顾别人的事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